高丽3月23是妈祖生日特别到啊，真侪宫庙拢会趁机会闹热一个。不过伫昨下晡呢，这嘉义县的本港水仙宫，钓民众翕到讲，这炮啊放，这个庙埕放真侪炮啊，这炮啊烟、炮啊呼、甲炮啊声，敢会造成污染的？相关单位也已经来了解了。 放炮啊产生的火焰拢冲起天顶，而且放的时间嘛真长，后面将认为是毋是会造成污染？特别报嘉义县新港乡的本港水仙宫，因为放炮啊的关系，引起相关单位的注意。有涉及那个宗教的民俗的部分，我们都予以尊敬。但是因为它所产生的一些环境污染事件，其实对于周遭民众还是有影响。那我们也劝导，就是有关于庙方以及绕境的团体，能够加以节制。炮啊烟加减啦，无差闹热摆，庙口之前安尼。今年的闹热，今年是放上济。爱看每一个人啊，安怎讲？阮是还好。 本港水仙宫讲，即届拄好有友宫来开工，刷来阁是北港马过来，所以才会有今年炮啊放较济。其实并无网络讲的遐尼济，嘛有向相关单位来申请。都铺一条路啊，安尼尔，算等于甲你讲欢迎妈祖，出巡过来阮水仙宫，这是从历史以来就安尼啊啦。讲实在，你像有的个放无的就无放啊，你听无？都叫来就是甲因欢迎安尼尔。 嘉义县消防局表示，宗教民俗活动放炮啊，拢爱向主管机关来申请。放炮啊的路线、时间甲数量，拢爱符合申请的内容。嘛，呼吁民众唔通离炮啊上近，以免发生意外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